来向有无边的种谁来赢谁来赢。冇辦法，除咗 any 細妹就係細妹啊！我都會本影音做誰來的，還同我打嘴鼓半點鐘啊，叫我先生。之前的田纯演是一比过吗？有个10多年前，10多年前比哪个组诶？手跳组、平板组、对唱组，佢全部拿過冠軍。闹熱大擂台，鬧熱跳下來。大家好，牙鳳姑啊！來，觀眾大家好。也有來到流行歌曲組嘅破壁爭霸賽。目前 V 面炸兩冠嘅李小怡。哎呀，容易兩冠啊！係啊，兩冠。知道一首係嘛？係嘛？賈斯汀畢業了嘛？黃希威都很懂場啊！對，今日咩要選呢？今日冇選嘅朋友哦，送禮拜係評分哦，來，接着我哋評審欣賞。好，歡迎葉家秀先生、鍾飛先生、陳偉先生、王丕書先生。哎呀，慧茹老師現在是我們林淑榮啊，淑榮姐的這個專屬這個。你沒做就黑了嗎？對了，不是現在了，一直都是好多年了。我們合音天使給你啊，中國這片清風。哎呦，風都還有，連出機場都有人真的拿着慧茹老師，白蛇女神，真的哎呀，李慧蕾，是，好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來，馬上進行今日比賽。好 ，TV 係總選一帶輪熱頭髮。哎，彈講啦。长官，哎呀哈！我们之前有说你很像小丸子的小玉吗？小玉，因為有他嘅
辫子，就是那个小丸子跟后朋友，有像。他其实本来就长得很卡通啊。哎呀，一点印象很可爱。谢谢。对啊，有回去找阿婆吗？有。阿婆有看啊？阿婆有看。哎。唔过重点迄阿婆的重点唔睇爱成功，唔免你哦，对，唔免爱。因为唔专意看的时间，阿婆因为讲，因为阿婆因为阿婆看的迄爱送两百比赛的时间，爱同事都有来嘛，你来的时间。根本人家同事有冇来？对呀。因为爱冇发钱不一定，所以就有冇来。普通社会的这些客台同事，反正都冇钱诶，冇钱请人来，冇啦。如果讲上班嘅迄同阿婆分享，如果同事同爱侧录的影片，如果阿婆看迄，因为迄俺妈妈先不愿意看，所以俺妹唔知俺阿婆当下的反应是怎么样。俺规迄个时阵一路强问讲，那个上次俺睇天师通有看过个李彦峰很厉害，有拄到伊嘛？彦峰哈，有说同伊讲伊专业是乞丐，无啦，就会有南汇嘅计划。系路唔知，我同伊讲冇，因为讲啊，伊个从路位地讲以为丑阿提给片，好像先爆雷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先说，然后所以他问我说南部嘛，系嘛，南部屏东。你是简体讲那有嘛关系？对吗？可是这样就没有一个看电视的惊喜感，因为伊唔定爱的黑线6号，南外播出来。所以阿婆要对南部落的生意要较有特别注意哦，特别注意。因为我同阿孙讲起，最近老年拢冇个南部的人来比赛，拢系北部的啊，南部有机会有看到节目来啊，大家要报名哦。也没说南部的啊，你就南部的啊，屏东那片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好的表现，好不好？就继续抽下去，好吗？跟秋玲姐姐，我们就一直做下去。自贡啊，好来。哦，冲水嘞！是我们的不倒翁哎。对哈。我刚碰到他，哎，你还在哦。不是一直的固定位置都在那。好厉害，来。好，呛嘉秋老师。你们真的很可爱，觉得卡通人物的感觉哈。糖衣的有没有清后糖，就是有点卡通那个味道了。因为实在讲哦，我觉得等一下可能哦。慧茹老师会更想有很多话要跟你讲，真的，因为你的唱腔底部有轻度哦，就是他不是他如果再加一点点卡通味道、唱腔的味道的话，可能你这个歌的分数会更高。我要鼓励你轻中冲国歌，你要抓这歌的咪西，你要出国味，因为你感觉上它就是一个很轻松的，最好尤其你今天打扮，你底嘛，你底又中。就要怎么样弄得很可爱，然后像个卡通人物出来，所以你从国歌你的整个的感觉像春天，因为我觉得你最重要的问题是你从国歌哈，你的共鸣区都放到嘴巴太前面，就会变成你春天的你头发这样子，而不是你头发，那就没有那个你没有让你的音色改变的空间呐。那清大爽，你昨天有7家练习吧哈，虽然你一直都在不错的边缘游走，但是如果你能够唱得更好，你就可以往古秋婷的位置移动，好吧？俺感觉不倒翁的位置移动。对，俺感觉总是在这个边缘跟在那个边缘感觉是不一样的哈。俺希望你继续努力，尤其是把共鸣区处理好，中国歌哈达萨斯。多吞进去一点，就会比较有多的共鸣。咬字不要在太前面，就会觉得声音不会扁扁的。从尾巴的滑音的时候，那个长音的尾音要说得很漂亮。如果慧茹老师等一下不跟你讲的话，那你就下来私底下问他，好不好？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美感对，因为搞你让你下次在唱卡通歌的时候更卡通一点啊。对慧茹老师被 Q 到这样，你也唱过很多卡通歌曲啊。真的很多那个国外的一些动画影片都是慧茹老师唱的啊。老师，你声带美人鱼啊，那一些都很多都是啊。真的有 Under the Sea 没黑你吗？我有唱小鱼。小鱼。你来了。是他吗？就是他，赶快。第2集的美丽体的小美人鱼也是我，那时候唱14岁的小美人鱼。对，因为这个叶老师不敢讲太多，因为他也是客家长官嘛，对啊，怕得罪他。怕得罪。没有啦，其实因为你拱发给嗓音，你的讲话的声音就是这么的前面，
所以说这个是跟你的发声的位置有关系，因为你平常讲话就是这样。我们可以私底下讨论，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这首歌你真的唱得很可爱。然后你第2遍还有做一点小变化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第2遍的小变化很不错。那拍子的掌握更好一点，我觉得会更好。啊，那就没问题。我这边不能乱讲哎，你看我大陆的歌迷都会翻墙过来看这个节目哎，真的真的吗？真的，他们很多人会看，真的。都来看一点。收视率都因慧茹老师的对，棒！哎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对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长官的分数。那还不错啊，那应该可以到他那个位置的，不倒翁位置。来，继续努力，看一下分数。看一下钟宇一个分数。高了，不是很不错啊，不错。对啊，哎呀，可以吗，长官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多回去陪阿婆了啊！好 ，OK， 好，来合作休息啊，就这样。好嘞，杀了，杀了，还圣班期待论浓情美意。好嘞，躺完了。生态过好，哎呀，用的主声音吼，新气氛的歌啊，用啊，做嘛？今日用办，用办，紧张一下，紧张一下呀！啊，你冇紧张咧，系啊，系啊，对啊，上礼拜算低空飞过了，系啦，不过今个同学看到给样片全部吃到清汤啊，哎呦，系冇？看嘛个样片？侧拍的影片啊，就比赛样片啊，你有播出去耶？你不要弄那个 FB 啊，那样。有看到啊！哎呀，他把有从恭喜讲，哦，来那些比赛啊，那样。系嘛？哦，像你有冇高管？唔對我高管了。誒，我高管我有實力，好冇？係啊。基本 T P S 兩條歌嚟唱呀。係啊。哦，用誒 T P S 戲房兩條歌誒。上到兩條客家啊。客時限嚟唱。係。哦，濃情蜜意。而係先生係唔講唱一條歌誒。冇啊。冇，唔似假線呢？似假線。啲不冚咩？接唱一種歌嘅。有時間冇呀。有時間哈。哦，你全部人屬於人古路嘅歌曲咗嘅。哦。啊，傳統嘅流行歌誒。好啦。啊，鍾意唱。好啦，冇人見咗。露身影。好啦，唱。見推。
乜矮了，唔好伸，来讲来嘛。嘿，冲出来，向费欣赏公平哈。麦克哥你好，两首歌曲非常的甜蜜，是一首很甜蜜的歌。我觉得还蛮适合你的。好，那但是下一次唱两首歌曲的时候，我建议你可以升一点 key。我觉得这首歌对你，因为我记得你的高音是可以的。对你稍微冲一下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你在唱最高的唇缝的地方，你还是很轻松。如果你再带上你的气息跟脸颊，你可以唱更高，就会更漂亮。所以这首歌升 key 对你来说，我觉得是更好的。因为低音的地方太多，试试看，我觉得一定会更好。那有点可惜，你应该是太紧张了，所以你第一个字你给上就唱成你给请哈，很可惜第一个字就有点小闪失。那给你个建议，其实这首歌很甜蜜，那你在唱的时候，就像现在的表情也很好，你带一点笑容，因为你脸上的表情，他现在有笑容吗？比刚刚有对。你看哦，你如果用现在这样的笑容去唱这首歌，又不一样了。因为你的笑容会让你的声线更好听、更漂亮，才不会比如说，云烟有春风，对不对？你云烟有不是很好吗？云烟有是不是？声音就笑不出来了嘛。云烟有跟云烟有是不是不一样？然后再一个，爱为你恐为你此这个地方，爱是怎么样？爱怎么样？你爱怎么样？爱怎么样？你就感受不到我要为你如何。所以说口型这个地方就是口型，爱跟爱是不是不一样？爱。光这样子一个字，就有很大的不同。所以下一次你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可以升个 key， 多一点笑容，然后多一点我怎么样，多一点老公发，你在跟你的爱人说话，我要为你如何？他搞不好跟他爱人说话就是这样，就是大男人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铁汉柔情嘛，对不对？温柔的部分，嘿，就是你就算是这样，也是我要为你怎样？哎，那个也是有一个感觉，总比这样好。好，所以我觉得很可惜的是，这首歌我觉得你唱得很好，但是如果没有忘词，然后那个笑容多一点，升点 key， 不要一直都在低的地方，很可惜。我觉得可以更进步，然后下一次可以更多的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歌，然后把你的声音再表现出来。有没有听到？下一次，谢谢，没有下一次，不知道了，就是下一次不知道何时啊。看下分数就点，来看下分数了。看下沈班琪嘅分数。哎呦，好，哇，91哈。陈大哥真的笑一次。对啊，真的。我记得啊，我笑腿笑面啊。很連看傳統嘅，看做得冇。傳統嘅做得啊，分樣啊。年演技咩是他吧？都做得啦，都做得，都分樣啊，係嘛？傳統唔會錯啊。按這麼，哎呀，傳統喺度負啦的。係啊，好，做得嗬。哦，盲同啲啊。盲同啲啊，我人喺度飛下，傳統喺度。你吃寬啦冇？平板。那平板呀。三個字，肉三個。平板好啦。平板好。衝落去現場就會停，係啦。你隨便衝。A key 好了。A key 啊 ，A key 啊。A key 哦。三個字啊。A。平板 A key 好嚟。客家了山那個啊，衝越了邊啊。好了。
高管哦，高管，哎，这么好啊！高管，你总比刘行做的好嘞。来个祭拜是不是？哎哦，安尼高管的啦，做的，刘行传统组的，传统组，下礼拜日来唱哈，好。你等下还要留一下，传统组记得传统组的，传统组哈，又多一个参赛者了，好来，好啊，谢谢谢露身影了，露身影了，真的，他的压力应该是来自于你，匆匆好像，很茫然的，好了，杀了，古球停在了漏茶头，永远的不倒翁。完全是你自己的味道，你没有讲，你根本不知道是王语嫣的歌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这首歌真的唱的比王语嫣。没有，不相上下，不相上下，好不好？不相上下。先生，卢平良先生好。有主持人好。你唱两条歌有氣氛嘅，落茶頭，係啊。兩條歌誒。因為我先一條歌曲。兩條歌鬧熱動動演唱。動動演唱歌。有彈歌啦，歌應該冇所以到。係當上擺嘅楊淑玲小姐咪唱咗《東河塘》。楊淑瑜。楊淑瑜啊。楊淑瑜。你叫唱細姐。
因为从有进口糖。所以有糖果。所以开始有英雄。像进口糖，还是宋明是签两条歌嘞。还有 MV 出嚟。对，我是看到两条歌 MV 又出现个安尼新主人汪散向改核心车站。核心车站。我们还去那边有没有？还写那个来。我们还立下我们的爱情誓约。对啊，还挂了那个锁头。爱情锁应该被打坏了吧？我不知道。该到动动你喜良。对啊，还又叫爱情故事，所以又叫别名按到浪漫火车站。对啊。有种也算是一个很棒的观光景点。对，该又叫故事啊。又叫故事。有故事啊。又故事哦，又叫爱情故事。爱情故事。该係民國49年嘅時間哈。又叫男高中生，當一到了到上場。有唱歌，對。然後其實對個唱當又叫小姐，也是隔壁鄰校嘅女生哈，就一見鍾情，就喜歡佢，然後所以就這樣子，有一天，佢差一點趕不上火車，是佢看到火車已經開動了哈，佢想講我現在已經要到差檔咧，要今年要讀會考試，佢想做唔得，肯定要對到來哈，所以佢就拔腿就跑了2.1公里。終於在下一站，追到火車了，然後那個對，女生也喜歡他，就很感動，所以就是湊成一對家，促成一對。他到底是為了要追那個女生，還是因為要考試？兩種都有啊，兩者皆有，兩者啊，又這樣摸考落時啊，一舉雙得，又這樣本什麼看不起啊，所以就對到嘞。所以這個兩個車站哦，一度要廢站。和兩對夫妻哈就把它認養起來。對，比較凶一輪。對。因為如果打核心車站 ，Google 就會有，就會有兩個故事。對，該到東江啦。所以該到按到浪漫火車站。非常。所以佢嘅故事哈動感人啦哈。對啊。佢東江又嘛個七彩雨傘嘛哈。七彩天空傘。還有那個愛情鎖。對，愛情鎖，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愛心。很多拍照景點啊 ，IG 打卡景點。最主要是這一對夫妻啊，這一對情人，後來賺了很多錢。才有辦法認養車站。如果沒有賺錢呢，認個屁！對呀，也是啊。該不會是羅哥他們吧？我沒有那麼浪漫呐。OK，天生浪漫的。羅哥應該不是靠屍體後嘞。衝上來搶比喻欣賞。感謝到拔腿就跑2.1公里，應該可以拿。另外還有獎牌，奧運獎牌。而且還追上火車，真是對啊，厲害。不過那個火車應該開很慢啊，才追得上。對啊。那秋婷自根本衝到動好誒，動氣氛。在主歌嘅地方有冇辦法那個轉音動好，愛動氣氛還有我知道有賞時你衝過。我也應該鋪分，有時是會有一些的小虛，可根本都懂好，處理的最好，到最後都懂好。因為我耳機的音量 level 開到最大，那個尾音很細的都懂好。然後唔過就係踢團副歌嘅地方，一開始嘅音較大，嘅地方。做得這個問題的誒，唔過聽一團嘅副歌，就衝到較好，衝到動好。那最尾上有不用下，這個那個下的有一點點哭腔，尾音又說得很好，應該其實懂氣氛，基本應該分數應該懂過。真勁，這不是只是不倒翁，真勁真係有真材實料啦。那那個有一些比較高的要求，就講這個是秋婷你自己有失戀的經驗嗎？摸，她老公會看，對啊，真的沒有，真的呀，好可憐初戀就結婚了，你怎麼那麼可憐？好可憐哈，對啊，對嘛，這個還是會有差一點點哦，因為地位都有愛講你轉來，你內心有配上你，那這個我常常發生，所以
现在没有了吧，韦如老师？是我心里没有别人啦，我心里没有别人，就感知到。忧伤是做的去可能看天样啊，去感受一下那一种不同的失恋，给你冲开时间，那个维度又增加了更多。某 Q 用的感情，加油！回去吵架。不用特别，吵。可以那天样，让会感受一下就好了。吵架你要唱那个《利用公婆》了。哎呀，加油，亲好。谢谢先生。好，来看一下改的分数。哦，看一下顾秋婷的分数。好嘞。哎呦，是不呢？95已经是可以坐上卫冕者宝位的。You give you 哦，不敢。哇，不敢嘛。哎呀，总有一天会等到你嘛，对不对？是你进了进后，你总不能还是你其实真的不想过关啊，秋婷？你总不能比了4年了还坐在那里？奥运都过了。对呀，奥运都下一届了，4年了嘞，妹妹，好不好？超洛杉矶奥运是不是？新梦，什么秋婷机？好。哎呦，就是等他，来准备一封东西。我被交代要拿上来亮相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好，听数一下哈。还有点都过来哈，来。女仆子set云椅，手做的，有冇？哎，你客台的长官拿来的。刚刚云椅，因为他迟到了，你同事做给你。对啊。他交代我这一集就要拿上，因为他等一下要走了。好有心哦。好，我们的铁柱长官。哇，这么有同事之谊哈！真的，是不是客台真的很幸福啊？不要罚金头事。客台太闲了，是吧？他们是工作效率好。对，好。内埔之星哦，内埔之星，好好发挥一下哈。好，还有一个 No.1 给你，有没有？对啊。你去加了熟的，好吗？不止内埔之星了，还要变成内埔之光哦。对。好来。对，你自己拿走吧。拿回去哈。好，这样说。哎，你同事很认真帮你做哎。黑某跟高台那个长官的话，我不敢不从哎，我就要拿上来。他说他等下要走了。真的很有心哈。真的挺有心。好嘞，沙下来。沙落字法，带落有相机。来，躺啦。在花盆跌落天，重演感情水地戏，闹过到千机下手，今日老人该强记，夜来人从事。无此暗吞莫名悲，家台三更思相依，男人铁骨又相依。风吹花盆跌落天，重演感情水地戏，闹过到千机下手，今日老人该强记。夜来人从事。无此暗吞莫名悲，家
在自发，因为亲有客家咪呢，真的，系啊，做安用做了意思，做个点南山，系啊，听慢一下。没呀，那个特别我哋南山乐舞团做个什么？有之前有对，哎呀，条歌诶，从谁最开始学的啊？从谁阿婆一个字一个字教我怎么唱。哦，特别高呢，阿婆特别喜欢两条歌诶。你过后也数过诶。歌也数过，歌也数过。哦，基本唱得很冲哦。有感情，那条歌唱的真的有感情。其实。头都18、26木子哎，哎呀，真是，有投入到操嘅啊，有投入到这个意境。哎呀，因为从细啊，从细就开始学条歌，所以条歌对佢嚟講，已經有點爐火純青咧，深植在心里的情感，尤其喺阿婆一扎絲高幾衝嘅歌，哦，特別有感情。尤其頭擺而家我做遊覽茶嘅，遊覽茶嘅上衣如果創本嘅就阿公阿婆彈啊。也係講衝兩條歌嘅小費特別多。他有感情，真的哦，真是不会拿到红包哈。我有数过5000元呢，哇，500包5000元。哦，佢有錢哦，係啊，阿公阿婆看唔清楚呀嘛。嚇到一下點啊？喺過年時節呀嘛個？沒有，平常時啊，啲紅色搶色符唔清楚哦，包唔錯，搶色符。哇，5000元呢？對啊，跟住做當年創本他個廠做會啊，一年創5000，哇！哦，一張嘢咩？咁咪咪只油啊，又咪當年過年。哎呀，又咪米拜嘅人啊，通通嘅人啊，都好清台風嘅啊，賞識你的，真的，哎呦，厲害！有兄弟，哦，來，唱批數欣賞，公平哈。子發吼你好，我係聽200堂呢重歌啦。其實講起來，你嘅音色啊、技巧啊、咬字，其實都比你跳100類嘅時間好動的。對，今天的台風整個也非常的穩。還有你從2條歌嘅感情沒動好，你聽你嘅每一句的尾音，其實都 hold 得非常非常漂亮。可是這些都是你的優點。然後跳下你講法嘅時間啊，你嘅從聲音嘅用耳就出來嘞，從歌嘅時間就很嚴肅、很嚴謹，就是覺得你好像每一個都要做到100分100分。兩條歌呢，2團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東西。你感覺你都愛從嘅時間走，就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小小的一些細微的一些設計都會很漂亮。不過公司採訪，我係感覺你係動後生嘅人。從兩個歌啊，他就是還是會覺得比較還是很老，所以對，我想要出一個問題給你，就是你試試看，如果今天你把這個歌詞丟掉，你冇從兩個歌詞，你現在用啦啦啦的，然後來唱一下旋律，可以嗎？我們可以聽聽看，你丟掉歌詞，丟掉歌詞，用拉的，對，只唱旋律的感覺，吃款。忘掉歌詞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會覺得你都該重構嘅時間應該咬死，太刻意去強調。有些時候，其實你要找到那個中間的平衡點。有時候你咬字太用力、太刻意的時候，它會有一點點，就是好像你在展現你的技巧，你已經把那個感情的部分，其實你在抒發，我們在抒發，我們在心情的時候，其實你不會去刻意的咬得這麼的硬緊。對，所以那個可以緩和一下，聽起來就會舒服非常多。今天唱得很好，謝謝老師。好似佢可能知道，先講下咬字唔錯㗎，你careful。係啊，真是我講啊，很難拿捏哈。對啊，真是。哇，好，來看下這本書。小哥加羅哥啊，看一下字法這本書。哇哦。年輕人不講武德啊，真的。哎，實在。哎呀，又來講。按用筆所以好看啦，實在發黑嘛。這樣少魚才2關而已，你這樣就給他。還好才2關，少魚你不是8關。哎呦，這少魚這個。我們
硬实力嘛。好了，那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，这是你实力啊。哎，表演实力的。你得来的分数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继续加油。小罗哥，安子 C， 哎，小柯加罗。他今天唱的真的很好。以后啊，很有感情。那这样少宇放轻松啦。你随便唱都 OK 啦，就把你那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就表现出来。但是歌有点不吉利。啊，条歌的嘛，哎呀，你小姨带了2条无言。无言。Come on, everybody. 1, 2, 3. 打开，记在头上，今夜有上老你好好想。哎呀，很棒哎！哎呀，很棒很棒很棒！好难哦！你现在奇怪，压他囤给安的给用时，张可以4个时间。对啊，给用时啊，给Justin D啊时间，感觉你有保留呢。我让他的嘛，他先给他过嘛，之前就有讲了呀。真的，先不给平安嘛，完全释放，然后好稳哦。我跟老师们学很多啦，因为线上我们会给你建议，然后贾老师，我叫贾老师，贾老师会给我一些建议的。你说阿丁固，阿丁固欣赏哦，超，哎呦，所以就想要开始学不一样的玩，反正玩失败曲风嘛，但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歌名不太吉利？没关系，选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么吉利。表演了没？以后啊，黑毛 T P 线这么多歌好选，为什么一定要选这首？我就放克是你平常会听的这种音乐形态吗？我喜欢，应该动种一类音乐，可是真的是要再去玩的时候，发现哎呦。我其实跟他还有一段距离，我其实每天那边看那些funk的音乐，而且这首歌是王怡给的，王怡给的歌呀，你唱出自己的味道，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哦，完全是你自己的味道，你没有讲，根本不知道是王怡给的歌呀，哦，真的，对啊，你把这首歌好像当做你自己的歌在唱，好厉害哦，哎，他就很有那种黑人女伶啊唱。Funky music 这种感觉，这首歌真的唱的比黄宇娟，没有，不相上下，跟
不相上下，好不好？不相上下。用逢见。哦，来，冲水来，请嘉秋老师。所以，我那个吼，我感觉你亲我冲过，然后对过咩亲就感觉，不过吼。你这样说，我冲起来，我嘅感觉啦，因为我跟罗国立老师很熟。那我感觉是你的前半段是在讲亲大颂，就是你没有真的把这首歌真的把它咀嚼过。哦。聊完之后，我是觉得囫囵吞枣。就你说哦，那整个堂歌你笑得用满冲，过了你就这样还是冲的。我的感觉是这样的，本来我是想给你更高的分数了，不过哦，我发现你。整个歌曲，因为你要表达你那个舞台的 power， 你的动力，所以就感觉是你把它切断了，大开、给掌、投降，就这样丢，一个丢，两个丢，这丢下来就把我们丢傻了。你们要如果国立老师写的话，他是这个连在一起的一个句子，即使它的间断，然后共你有个地方唱的我非常喜欢，我相信这个就是国立老师当初写的 "What 跳去看"。因为那有个 what tail， 你知道，它的切就是所谓的断，是那种像 what tail 这种感觉，所以你在这个大开给掌投降的时候，你要冲它大开给掌投降，它是不是一个丢、两个丢、三个丢，就是大开给掌投降。讲起来，意思是冇轻松咯，你冲起来没爱用个冲法，对我来讲啊，弹起来出没爱用现啊。我就觉得国立老师就这样，我相信他的你的对于这首歌的整个的前半段，你太强调你想要表达你那个很有 power 的感觉哈，就我让会共沟嘛，就有次我们聊天，我们不是讲到说，有些东西黑人的东西，他们的表达的 power， 我们感觉上我们 touch 得到他的那种唱腔，可是你 touch 不到他的灵魂。像这首歌，国立老师就会觉得。你少了灵魂，因为你没有把它整个歌曲的大口给它投降，它是一个句子，它是一个情境在说法。虽然它有断，但是它的断法绝对不是那样断法。所以鬼掌整个前半段你冲到末安后，因为你断得太果决了，而且没有强弱的感觉。对啊，但是你要继续做功课的哦。不过后半段 B 段你就唱得很不错，刚才感觉亲大颂是。你对于歌曲的这种想表达的欲望，超过于你想去 copy 这首歌的情感。从头，我常常感觉我们认识那么久，我们看那么久的你的，我评过很多次你的歌曲，我总是觉得你每次会比较成绩差的地方，可能就是你的表现欲超过你对于这首歌想要表达情感的那个程度。所以以后你这个 balance 稍微抓一下，对你来讲哦。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门槛，过了这个门槛，你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嘛，好不好？啊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哦，紧张。好，见真章的时候了。先有枪自罚了，都不同意懂哦。麻烦自罚。哦，我可以跟你牵手。会紧张哈，可以了吗？自罚已经96.5分呢。哎呀，小怡今有办法超过期呢？安永就看下来看李小怡嘅分数。流汗有爱是来见。做谁来用又无变的，像谁来去谁来去。没办法。我都会本影音做谁来的，拜托我身材可以来冲谁来？壮的，很壮的。对。还同埋大嘴鼓班点钟咧，叫我先生。用就看下来看李小怡嘅分数。哇！好的，平分哦！哎呦，小怡，不要紧张，莫叫，没有卫冕，实力相当，好吗？对，但是还是哈，暂时。枪死。好了，你就先唱小怡，枪死，抽上连 B 免再报 B。恭喜！中央黑两关哦，下礼拜继续加油。
下来到呢，传统组的破壁争霸赛，目前 B 面9关的是林启勇先生，今晚挑战第10关。9关。第10关。所以今日有可能会产生一位10关的关注哦。我连两个亲友团的朋友全部来到你现场。错一片哦，奖金掠到可能唔拉本呢。系啊，奖金迄3万的有没？那看这片应该有3组哦。3桌差不多的嘛。3桌也还真便宜，一桌没有8000啊。系啊，差不多，也应该冇6000的吧。你冲到按久嘞，本条就是枪枪嘞。所以等下去可能表示冲唔错。真的。平常心过关就好嘞。对啊，系啊，启勇先生，系啊，唔是紧张，好不好？不用轻松，就慢慢的从高的稳稳的冲水就好嘞。阿婆的冲对了，嘿，哎，就冇问题。拿出你平常的实力，就好嘞。来，好，来。今日有位新的挑战朋友啦，新的朋友来了哦。等下让唐启聪。但比赛之前的介绍呢，评审先生哦。欢迎昌永熙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车启贵先生、罗英先生。哎呦 ，CP 开始哈，开始后，先生好。好了，要做进行今日比赛了。有请 TV 来吃法脸书逢李明松带来3个字。好嘞，躺好了。哎呦，民松进哦，哇，有一位来自法联的朋友哦，哎，演过了哈，要不要主持人哈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想要来节目比赛，然后，哎，都唔做讲开了，唔讲开了，唔忙，我糖的事啦，糖的事的，糖的事，都一摆朋友啊，像个是讲糖海鲜呀，等用力都个海鲜，啲哪味海鲜？法联的肉粒哦，有梨嘅片。啊，结果我就讲天气看看啦，好高啊，啊，结果啊吼，就过关嘞，流行歌嘛又过啦，哎呦，传统歌嘛又过，啊，制作人下来就问哎，你晓唱无？我讲无呢，唔是学过，你讲你还认真转去学啊，长来。唔是好歌，唔是啦。传统的唔是好歌，唔是啦。我真了解。唔係播流行歌曲組，啊高管，啊制作人冇人講咩？應該你這種是傳統組冇播嗎？也有過啦，兩組都有過。可是我是唱那個流行的失戀歌啦。哦，啊三太跳唔忙接受過。唔是啦。哎呦，跟人家一厲害哦。誒，來就來比傳統組的哦。跟安尼學幾久誒？哦，半年人了。半年人啊！安尼一上誒，即係可以先過了以後就可以是學習。安尼厲害啊！係啊，馬上就好播誒。係啊，哦，所以帶法聯書房啊。法聯書房。書房嘅片。書房。
树凤啦，法令的后山后水，皮肤懂厚，少了一讲该画张师，你很会画重点呢。来，唱来讲啊，那台词哦。李小姐今日创业平班吼，也理论上讲起来，其含咧义务啦，吼，虽然佢係公開了，不過佢咬絲啊，吼，還算髒啦，嚇。不如國家要睇佢啊，只講過講佢較早冇學過創業嘅山歌，係佢創業山歌嘅方式，多數就係用譜嘅方式去唱，哦，不過佢也唱嚟一張啦，吼。建議其實佢未唱了以後，算好，算好。只不過因為三國志嘅東西哈，比較要注意一個所有前面項嘅韻啦哈，就係特技嘅後背嘅前韻嘅素材哈。而家前嘅韻冇到親拉啦，嗰個有啲位當面項去做會早上，係，就人講都是會壓上，係啦。嘅訓練一下，我相信佢唱下傳統山歌，會唱落以後，加油哦！什麼先生？歌管的幾率高嘛？歌管的幾率有高。歌管的幾率啊。應該冇乜問題，應該冇乜問題啊！哎呀，高中欣賞講冇乜問題，冇乜問題哦。但是還有其他產品欣賞唔啲哦，所以我哋看一下廿個分數，好嘛？好，來。黎明送嘅分數。好的。哇哦！這分數是算做得的分數，100算1個吧？吼。係啊，當到100來全部差唔多90分。90分，我都90分啊！你說，100都92.5了。謝謝。華東地區保障名額。華東地區有加分呀！他驗啊！我沒有累積里程數。沒有人演員啊！冇啦，沒啊，真是衝得好。衝得好，衝得好！啊，繼續練，好嘛？好。今日有歌管就繼續再編落去，那個冇歌管就轉移繼續練。OK，好嘛？好。夢兒哈，羨慕先生，羨慕。好，也可以哈。好來，沙落去，菜鳥給我帶來平白。好啦。电影侠有狗子啊，帅哥罗帅哥好，吉娜漂亮小姐好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我有出现呢，哎，你有出现，你从细讲用本做动作谁来去拍啊？日本人
我爸爸、我妈妈是二婚，啊，姜我是体育界，心目中我当国泰妈妈有姜有奶哦，但是家让头的朋友一心希望讲姜来哦，但是很不幸都是女孩子，哎呦，没办法是天天爸爸务农，天天哥哥做农事，所以我细细。做冬天，还是做唔会太啊？做唔会太，没有可能，从细就太甜的。梗系我自家嘅体质嘅关系啦，我姊妹全部当过胎啦，啊出到我哎呀，娇小可爱。将肉胎嘅奶是250公斤，当胎当过胎。做洗奶熊有冇变那种洗奶型？冇办法，出到你洗妹是洗妹啊。哎呦冇呢，我是读过一个呢，我真的读过一个是叫做 Tomboy 啊。Tomboy，他就是看起来就是她是女生，但是她就是长得跟男生。我就有一天问他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”他说：“其实这个人，其实就是小时候他爸爸妈妈因为一直生不出男生嘛，然后就是从小就洗奶熊啊，大半夜洗奶，因为哎，别太时间这个你咪就会洗奶。”哦，真的哦，佢自己就按用上，我都冇按用上啊，都会本人因做洗奶的咧。拜托，我身材可以了，要冲洗奶，壮壮的，很壮壮的。对，韩同啊，大嘴骨斑点钟啊，叫我先生。谢谢。杨先生你好。对，他不知道我姓杨啦，陌生人。第一眼相拥还得了，不得了。吉先生你好。啊，都说的，随便呐。好嘞，好，按照冲台来公平啊。抢球啊，欣赏公平哈。我叫经营社长哈，生意不太好。不过本在建议啊，你咧三太听就讲说诶，安尼土著没有比较较流行嘅传统歌曲，安尼看乜嘅周围环境，啊嚟作词，啊曲调才研做，唔係講阿媽啥唱就還好，但是咬字方面細節八節要注意，你咁樣就比較嚇適合呢，就係你歸屬歌彈嘅啦，同一動態上嗰種。哦。好，唱歌我要強弱，哦，呢方面俾你彈嘅，要話冷靜。望係歸屬歌用非常熱點實體樣樣，呢一點可能要改進。黑肥嘅分數一年過嗬，所以咁樣本人有一隻建議啦嗬，唱歌就要注意嗬，增加調整體位嗬，嘅先來手指嗬，先來體板能夠接觸到呢個傳統啊，佢要注意個，但是做個高中講嘅嗬，就算你屬於咩時節嗬，你強調嗬，你調整你。上嗰隻一跳睇上，我家當講嘅後邊冇上咧。哦，變態啦你。要做得啦嗬，個李小李小姐嗬，雙口力量就追嗬，後邊唱歌嘅嗬，但是你條件用到後邊嘅用書面做下造型，好注意嗬，還有四季八節一季嗬三個有兩節。43，所以你聽呢個時間你就歌詞配錯嘅時間，你恰到時下歌詞選到他聽歌詞，下你是彎起，你就變假一節出來，我希望下回呢能夠改進。所以你上歌嘅東西就冇以前冇比賽就冇要緊啦，既然你要比賽，你就比較馬上兩殺空咯，馬上缺點下多，馬上有點下多，你是不要分數。啊，繼續加油！好，安住先，看下佢嘅分數咯。哦，看下菜鳥給我嘅分數。就是基本哦，要給節目欣賞。係沒有？人沒有很高啦，分數很高。分數一高咧，哦，厲害。容易啦。容易按個分啊，一個一哈。謝謝。好嘞，沙雷，來煙亭帶嚟落山歌。嚟彈噶啦。
但比较发心的。这位来言挺，这位年轻人，你们没有不讲武德。你知不知道今天有人要挑战4对呀。佢做得啦。佢做得啦。唔本人伊嘅韻擺下運用嘅。對呀。衝得好。衝得踩啲咧。對啊。冇啦，比賽要用啦，拿出實力來，還是要拿出自己本身的實力。是才優秀啦，係冇？從小耳濡目染。哦，聽阿公嘛，哦，要聽嘅賴仁正先生嘛，哦，從這樣用開。賴老師也是這個哦，古董高手的太子級別，對呀，哦，天天佢好，從細就天天好，哦，好矮顯啊，好衝，難怪難會衝。你啊，係戲曲好演嘅嘛，應該咩嘛，優秀。反正好會發揮，好，哦，係啊。以後我假使講真的有拄到那種情形，你就不用咁軟掉嘅。先本佢畢業，先俾畢業，係咪？阿沙雷，你去甲畢業，係樣。好啦，收咗嚟哈，收得嚟唱幾句欣賞公平哈。好來，一個賴燕婷小姐哈，佢咪帶來一個廬山歌，好聲音就係好聲音啦，不管樣辦，好聲音呢，一個戲啊，就會比人較少，音質來講，佢一定要音就唔好講，人講較前嘅較前嘅聲，較前嘅音質，唔好講出嚟就人講老先生，咁樣一個廬山歌呢，其實佢唱來也相當好就有些嘅地方啦，就一個全謙精神，欠發揚，一大概發是咩發啊？欠發揚啦，也就講。咬絲部分少過啦，其實佢你講佢唱下去一般人也聽唔實，因為我哋年紀大啲，所以聽下就較清楚啲位。再過來呢，一個感情不達路亞樣嘅時間，到面嘅時間，人戲就多少就冇唱前面嘅時間按着去，所以人唱一路山歌嘅時間，尤其你注意到講後面我嚟唱嘅時間，後面自家戲按樣辦戲運用。本兒戲嚟到較少，面音嚟到較軟聲，咁樣嘅話，可能以後人嘅成績就會越來越好。也一些嘅效果，自己注意下就好。整體嚟講，基本上唱得相當好，繼續加油。好，還是有一點瑕疵啦。些缺點，那你有讓一下？對，有講一點武德。有講武德。對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賴燕婷嘅分數。14點分，算高分哦。算高分哦。係啊，對，好 ，OK， 謝謝你，謝謝。燕婷謝分享。好來，沙來係城裡面帶來3個字。嚟彈下啦。一世一里。呀，加油團尖叫聲！哇，親朋好友都嚟。衝案後啊，壓力也蠻大的。有嗎？還是用來摸應該用來來，起來，舉手一下好不好？哎呦，演到呢？來摸耶！演到。摸個片一群。其他朋友呀？其他係小意思啊，對啦。3、7、4千。那冲
哎呀！董事长哦，用个做生意。对啊，董事长咧开风开浪，开事情就度过的人，真的哈。系啊，但是看有当黑衣的人啊，要吧？你特别好长的时间，我懂。清兵哦，咩清兵哦，这个做清做西啊。我懂啊，你因为我爱经营都用办啊，冇啦，冇啦，不是辛苦的经营啊，唔免讲清好啊。系啊，做系啊，常常都会大风大浪都会来啦。系啊，看天吃饭。花莲真的大风大浪，真的都是迎面而来。对，还有长的时间开始有自信哦，其实不做嘛事情，跟我人定胜天。对，只要我努力做，好像就是一定可以胜过天。结果还是输的哦。结果还是输了，你有反讲？这风菜乱因没法的防击啊，没办法防。对啊，这种天灾人祸那个防不了，没办法防它。所以特别会收假吼。当我又收了，甲千度落落来哦，天气暗部就风菜也落就讲到定在下伊。那都是农损呢。对。就青苔可能几年土嘅辛苦呢。农作物就冇咧。系啊。对啊。几年的辛苦，看天吃饭辛苦。还个辛苦经营的疫苗厂啊，要种个摆上个疫苗。接种啊，接落来种嘛吼。结果比利时风菜咧压落，贵片棒强啊。哇！因为穷头了过完，但是我就放弃了，因为疫苗厂房贴住新闻中过了。哦，咁是特别讲真咧，呢台风啊一来啊，呢这顺势不动多嘛？都算100万头。哇，100就算100万。对，因为我们面积大。那公单位会给予一些补助也买吗？以前很少哦，以前很少，现在比较多了。对。大家有还好一些嘞。那就尽量风采。没做对啦，几年都会辛苦，补助一些些的听听啊。你唔会做快咧，年底啊，多人唔会做咧。真的唔会做的啊？唔会种机的啊，唔会种的啊。风险同台啊。其实啊，做嘅有做那个我们现在商品观光工厂这种加工的部分来种的。所以啊，是。完全是做嘅呢，然后就做嘅观光工厂嗰种形态嘅，他们所以个5公顷那个梯耶，要样板，就那个是反政府，租的嘛，租的反政府全5公顷全部政府的，对，还放掉了。政府你要去租是不是？我租来要干嘛？养盆栽啊，没错。然后不止5公顷哦，10几公顷。哇，10几公顷的，然后种了，然后我又碰到风灾。好，从这来抢，欣赏公平哈。好，今位青台高创的3个字，其实贵属界咧系韩国人民做到一奖，哈，唐起来咪本人去到当爽快哈，不过又建议其他为所本意就是第1期到第3期嘅代日嘛。嘿，你带下来一些个树木印那些注意到冇？像讲去带印强送好重吼，所以你树体一些个木印赖一下讲，吼，就是2期嘅最尾则时吼带印嘅时间，还个第4期嘅山歌，较好山了歌啊。山歌哦，吼，你只为所注意一下，強樣係第4期嘅每音吼，就係糖嘅鼻腔嘅發音，而撈佢發清楚來，長來加嘅意思，哎樣數體嘅時節彈起來為本音渠道，你係上很講哦，哎樣本該建議是嗎？好，大家好，咱嚟公平睇咗看日嘅分數啦，好，歡迎下陳裡面嘅分數。好嘞。7點今日2位花蓮嘅朋友都留下來嘅，哎，恭喜，天下太平，恭喜陳太公，恭喜，好，好來回座休息，安住先，好，來，哎呦，緊張嘅時刻來了，好，下來連揭雄帶來羅山歌，好啦，親友團，好來，林揭雄來。朋友，
林间啊。 日西里，不敌年呐。 神啊，残风流，公差呀有台前啊。 呀！加油团尖叫声！哇，亲朋好友前面对不对？冲暗后啊，压力也蛮大的。有吗？还是对来摸应该用个来起来，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哎呦，眼刀呢？来摸眼刀哦，摸个片一群。啊，其他朋友哟，其他係小意思啊，對啦。3、7、4切小唔係太太冇水咧，我小意思解咗全部嚟解，我還有其他小三呢？不知道他們會來。唔知哦，哎呦，真的哦。哇，偷偷摸摸啊，你們。後來才跟我說要來，給他一個驚喜，就這樣哇。 哎，你可不可以挑戰第4關呢？平常心。對啊，而且他今天也穿得比較正式一點，哎，哎呀，給平常時那有做襯衫，你有上次咪要做到個輕一下架嘅種裝扮啊？係冇？哦，哎，舊關閉到倆，他的心情，來，講了那麼多笑話，反正節目嘅彼岸獨白，哦，陸陸續續。你記得天意拜來吼，加人多，李秀老老師咪啲啊，我一定錯啊，就做唔得戴口罩哈，哦，真艱苦噶吼。都講有通過以後，就大家還是有這樣的機會要好好珍惜哈。該平常該品勝跟每個歌手獻述，講來評語哦，係全部記在心啊。我覺得很好，他們都可以做any 學習來提防。應該唱歌最要緊就係。音準嘛，節拍嘛，冇拍嘅，像還有歌詞，歌詞像以前嘅張藝珍咪叫創新後啊，咩叫叫創新後，新大son啊，就是歌詞唱錯淘汰，啊就，那個是我想所有中國人都接近。記東西，這個對你來講是沒有問題的，你這個過目成誦的人啊，真係太厲害了，一目十行，對不對？真係太厲害了，老司機的人物，呀，講幾個粉絲之前啊，冇啦，會談欣賞公平啦，做嘛？靠中心，有獎，比睇那緊張唔該。林老師唱嘅今日嘅老山歌唱得真好啦，哈，唱到真暢快。當然，假使還是愛講兩句嘅評語哈。哎呦，無礙我對不起啊個製作單位哈。第一句唱得真好，第二句哈，嘅不敵年嘅年哈。唔拉長，跟演示啊，好，我記得啦。第3句吼，有你白落嘅就白事，係研究一下，到時一看彈下就啲嘅嚇。各位最尾一句，第3句鉗咩鉗先吼，最尾一句嘅鉗嘅迷上，老天意重要，唔到拉長。山峰。講菜嘅就講師，係，然後白落嘅就白事共樣嘅問題，
好，你这个弟啦，专业研究一下，我减价较好啦。哦，谢谢。已经懂好了，但是会减价较好。好，这问题啦哈，六六的英雄气短了一点点。是，没有，这今天有点紧张了。亲朋好友按多了，喂。其实我输嘅。徛迄落时阵啊，有看到有小可尊。我查咧。一听我有阿伯。好笑啊！不过根本有按到亲戚朋友来。主要因为按到亲戚朋友来，跟阿伯行啊台，讲真的。真的冇一天的嘛。哦。对啊。还有冲到暗号的赖燕婷，系冇？注意啊！底下抢来都舞台动哦。来，94.5。94.5。就你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哈，英雄就抢下来。可以嗨哦。林启勇嘅分数。之前的田传燕是比过吗？有个10多年前。10多年前，比哪个组诶？手跳组、平板组、对冲组，佢全部拿过冠军。爱到好戏曲嘅人，东京参加主动赛比赛。哦，怎么讲？就是爱到嘅冲法啲咧嘅比赛低度。接受度不是这么高，咁冇按时用，冇错嘅係啊。大家還係較習慣糖到傳統山歌嘅衝法。哦，係啊，咁你有冇上海有上去比賽？因為好高興上講大家對佢報名。英雄就強下來看。可以係哦。林啟勇嘅分數。哎呀，谢谢燕婷啊，谢谢，先回座休息，好嘞，谢谢。哎呦，他说他出去买饮料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钱还没拿到，钱还没拿到，你紧张吗？得奖的感想啊，就大家讲一下。你要先来颁奖品啊，係嘛？嘅觀眾朋友哈。等他，等你先拿到錢章來講。哦，先拿錢啊！對，先搶。你嘅手下先生，辦法獎抽一抽。來，恭喜！謝謝秋夏老師。來，兩片一胸一好。前盾拿麥克風。誒，好，安子生。上來搶 Andy 謝謝秋夏老師，謝謝。好來，接獎機會嘛？支票啊，青蔥優惠啦，係冇哦，3萬元，恭喜！謝謝，恭喜。好，安子生，咩事問高中先生？安子生，錢來同唔拿？哦，錢拿到嚟上嚟講嘛，係冇哦。來，麥克風本，哇，今日唔單止人家親朋好友來，你看呢賈斯汀。哎，賈斯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对啊，賈斯汀，你住华视隔壁是不是？你看，连流行歌曲组的冠军歌手都慶祝啊，嚟恭喜你！來講一下。講一下。首先感謝哦，親友團暗地叫安東尼會來。哇，3萬塊，不對，6萬塊。觀電視機嘅觀眾朋友啦，哦，也見過安東講演，還是要。來了，莫講得獎唔得獎啊！來了學習啦，親好嘅地方。所以因為評審老師佢要揾人嘢缺點有點咁講，你就改進。所以披薩廠嗰些嘢做認真糖，後糖太假糖都沒後糖，糖有唔錯嘅味素，你要作為借鑑，就親好啦。我講你唱歌，我想夾朋友啊，你講賈斯汀嘅條命啊，你唱都不。前幾班還是老周朋友啊，你沒冇想到，你就按用，你會跳，他那個是值得我們學習的，因為外國人很少那麼太厲害，他真的太厲害。我是由衷的佩服他，真的由衷佩服。其實流行歌我也常在看啊，他們也是很厲害啊，都年輕啊，對，還有嗓音就是本錢哈。是。那今年你看像現在賴燕婷那幾個也都很會唱啊，我想講他們都是年輕人，現在都很厲害，對。我也希望自己年輕哦，我這今年73了，是人生不可逆啊。你70才開始嘛，對不對？所以你才3歲的，不要想太多哈。後來就非常感謝製作單位哈，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哈。
然后我不是说请他们了，我自己是理事长嘛，我那3个班他们都全部等着我请客。3万够吗？真的3万不拉，不拉嘞，没有那个，有没有看到天师？钱是小事啊，小事啦。反正你做老师有很多退休金也没办法，没关系，对啊，还好，真的哈，对啊，还好啦。按潘总的时间，沟通人你用啥讲？好，都有机会，等一下就买饮料请你。哎呦，真的，刚刚已经讲了买饮料，还没有比我要吃麦当劳。我也要吃麦当劳，我要大麦克。等一下我会买套餐。好，谢谢啊，今天谢谢。好了，哇，真的非常恭喜，非常恭喜林启雄下来，有请抽上你的 V 面在后面。升完好，恭喜林启雄 V 面升完成功。冠军吧，冠军吧，恭喜。三国音乐会，哇！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有请到田传义作动田传义的三国比赛小跳组的得奖的选手。小跳组的选手哦，都非常的喜欢你客家的文化，传承你客家的文化不遗余力。真的，你看安尼这作动的田传义有给安尼平板族、老三国族、有超级族的强小年啊，小跳组。几多族诶？系啊，用几多族咧？6族咧？啊，6族。嘿，强小年族嘛，小跳族。等下好冇去啊！系啊，排斥我就要无了解啦，吼，系啊，好，那先谈嘅就好好唱歌，等下等我放满那里哈。先来分享第3名嘅陈淑琪带来张一牌。对，谈啦。你主持人韩叫冇见咧，安江嘅声音，哦，韩江用安江嘅声音真第3名咯，啊，
迄用演技咧混的啊。冇啦，有阵时哈比赛时就会紧张。咁咪讲啊？咁咪讲？说的讲啊，说的讲嘛该。你想要平反是不是？有什么内幕？对啊，内幕。講嚟睇下。自從因但院嘅淡水社大嗰有辦嘅線上節，就親手比賽啦。了解哈，因為我隻閨蜜啊哈，都高雄來，哈，佢提筆參加田城嘅，我就脾氣去參加呀。我想跟我喊咗很多天啦。是臨時報名啊，你臨時報名，對臨時報名啊，總等佢差唔多1年前就會報名，啊就一無馬錢有練啦，就準度高嘅度高。傻逼哦！準度高都高高的第3名咧。哎呦，排泄。之前的田城演是比過嗎？有個15年前。15年前比乜個組誒？手跳組、平板組、對唱組，佢全部拿過冠軍。全部冠軍哦！你上映過？對，你上映。沒啦，因為後早期哈，創山歌嘅人佢唔係青島啦，啊就算前輩嘛，算中生代哦。哦，咁唔係青島，所以我又講，一下唱一下。越來越多。唱嘅後生嘅人大頭名啊！所以大家都講，迄免以免演技嘅關係，你本前3名。唔會啦，哎呦老公，實力啦，實力啦。你講評審。哎呦，我點水平啊！你按他一個比賽，我點最公平的比賽。所以田城有分乜個組啊？哦，8組。8組哦，哪8組？三太跳組，三太跳有3組，好，三太跳組，手跳組，男對唱組，對唱，小朋友少年組，青少年組，老人組，還有衝槍組，老人組衝槍組啦，衝槍組哈，還有超級組，錯嗎？哎，對，哇，對，按做8組嘞，對，哦，老人組，從細到老都做得錯，田城一青老嘢咯，所有你全國的客家哈。創山歌嘅好手，全部一定會。特別比賽時節嘅人氣會多嘛？多，幾平嘅做人。幾平嘅做人。嘅主動嘅戲曲公演錯嗎？對。當年土地嘅比賽。對。今年當場57個樣嘅嚇，有講唔對嘛？對。對。因為中間要休息3個。有點疫情嘅關係。對。對啊，就冇辦法咪。對。哎呦！哇，挺好，所以人家就當年去參加比賽，比賽吼得名，就腦嘢打落，做乜搖槍也都來。平常時就真係搖槍嘞呀！係啊，唱得很好。什麼啦？冇去呀？安子西呢？係啊，搖槍也都來。歡喜來到了腦嘢打落台，然後睇個結演。係兩位。主持人按優秀，冇啦，咩按優秀？你看，他優秀啦，閒的時間他會做公益啊，有愛心，有愛心。啊，也係啦，因為退休嘅嘛，有一樣嘅年紀哈，就盡量參加社會嘅公益表演活動，最初一樣係帶總啦嘛，就參加麥克協會嘅公益表演，就不定時，對，做乜都麥克。麥克因為個創辦人哈，叫做 Michael，叫青發潘嘛，青發潘，回波哈，嗰時叫做起了較強壯嘅個名，都麥克，對，就特別為到以老年煙啦，我做沙期嘅消費嘅做到公益表演，對，仲係咩山歌哈。傳到各個社會角落，做得推廣。你看這個身體沒有健康，對嗎？活着就要動誒，好嘛？唱歌係在以後嘅運動。對呀，係啊，真是。安子西，什麼？安子西哈，好來，沙下來就聽一名咯，總含義帶來美濃小調。哎呀，好聽啊！
哎呀，两位主持人哈，哎之好，大家好。呀，你老年大擂台哈，个总冠军的歌手，元老级歌手之一，系嘛吼，跟你们看有冇去参加主动的电专业的比赛？有，反正韩语比。马家组都有比就出嚟。我体育都比小调组。哦，小调组对对对。其他冇比过。以前当久以前比啦，当开始学冲山歌的时间。对，你今年呢有机会都去参加小调组。哦。你就这有参加，有嘛亲难忘的经验冇？我记得有一年来季冠军苏萍姐。苏萍姐。两沙伊组成对唱组，伊参加对唱的比赛。两沙什么呀？对唱，因为今年鼓手康定啊，做得嘛？做得，喺咩一条？有冲两条，后面有冲两条。因为今年的比赛给对唱某几天，男女组队。对，所以我两沙是就是两沙是想说那我们来搭档试看看。对。然后一早2年的时间啦。中央就下去没有你老几练过。一开始没几爽了，唔下去哦。我视察下去，大部分都是我下去。里面他有来过一次新竹，大部分都是我下去。公平，都是我下去，你都不上来。你们做的一定要啊，因为脚下场地比较宽广。好好练习。对，然后因为苏萍姐其实也很辛苦，因为她比较少搭档对唱。所以开始我两场想动作，他就是会比较辛苦，练歌也很爱想动作。其实泰嘎一开始并不看好我们。还有人神经哎，有跌破大家眼镜。第一名就是用什么的变到第一名？嘿，好像唔是读过踢什么有女唱哪个冠军？那唔是，是有史以来第100比赛。什么的量？总是因为一般对唱都是男女对唱。所以这个创造历史。对呀，57年以来，57届以来，不应该100嘛？那是在桃园。桃园那边，在桃园。来到都天专业嘞，也是那个他就是办那个客家传统音乐节，里面公开的比赛哦。桃园嘅客家流行音乐节，系嘛？他有传统嘅比赛，有啊，那边有办传统。嘅比赛也办公开的比赛，对。每年都有比。国演师也全部都比到客家的东西哦，因为国演师也有客家师傅 VMV 嘛。师傅曲，VMV 没有。所以就会期盼也得安尼客家也得发通啊，发通啊，比赛啊，一多，大家都得多多支持啊，吼。对，每期望也得多去比赛，系啊，比赛创好诶，我就是会邀请也来节目。谢谢。对啊，好的循环，让我们有冲过冲得好就本太自家谈得到。本来就有素材好安尼表演诶，对。观众朋友们好看。好看啊，也唱得很好，对嘛。TV 来2年也是很高兴。好，安子生，多谢，谢谢，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好了，杀下来，杀落就冠军咯，第一名嘅11代嚟探研法。好嘞，谈看啦。心
优秀嘅 DNA 啦，係嘛？係唔係樣？係嘛？黑吧。嚇係嗬。媽媽厲害啊！媽媽厲害，創作高手，優秀嘅就有好的基因，你看，哎呀，媽媽阿妹創作嘅，講出來冇人厲害，越來越強呢。哎，你還對呀，強呢？特別細來的時間，看起來還好。同家老妹啊，宋寶亂嘛，係嘛？哎，宋寶亂。哦，係宋寶亂嗎？宋寶亂啊，係啊。哦，這長得很不像的宋寶亂呢。哎，有些毛熊槍啊。係啊。哎。所以哎呀，講真呢，難怪佢要提名，真的。佢有戲曲嗰種感覺，還有代表情通眾。對，人家都係上動獎。係上獎。啊，創到一動有韻味動好，但是佢加一啲係有戲曲嘅嗰種味道。特色。係咩啊？你怎麼提名？係咩啊？其實我哋好戲曲嘅人，東獎參加做東山歌比賽。哦，你有講。因為以前嘅經驗，我哋有發現，就是我哋嘅唱法啲咧嘅比賽程度接受度不是這麼高。咁冇按時期唔錯嘅，係啊。大家還係較習慣聽到傳統山歌嘅唱法。哎呦，很奇怪，但是我也喊我見他嘅聽到，我就感覺哎呀，好特殊，因為當久唔是聽過一種戲劇嘅嗰種方式嘅演唱、小調嘅歌曲。所以對我哋嚟講，我聽到哇，好特殊哦。可能今年都讀到嘅評審先生，佢咪知道鼓勵呢種表演嘅方式，係冇加入戲曲嗰種感覺。就我想講，戲曲嘅山歌也係山歌嘅一種啦。係啊，呢下就唔是咁咧，因為大家可以是接觸，可以是認同。係啊，都拿到提名啦。對啊，跟按你講起嚟，當初會強，強他個冇接觸，跟有冇上海上去比賽？因為好高先生講，大家都去報名。冇報名就冇本歌啦。被逼的。被逼的就出來啊！沒想到逼第一名講出來了呀！哦，你阿咩戲就好嘅結果啊？對啊，咩冇上七加冇上到嘅嘛？冇上到，無心插柳啊！是柳橙汁哈。對，我剛剛其實佢唱歌時，這個啲鏡頭度哦，啲帶。可以有青春亞媽媽。真的，你好多角度跟你媽媽好像。真的，冇人講嗎？唔同亞媽上到一槍呢，有一個跳男模嘅。有點更精緻的陳慧卿。哎，青出於藍勝於藍啊！好啦，加油啦哈！對啊，繼續加油！客家做靠人家的後生。保持兩種特色下去，行出任何一條路。任何一條路，哎呀，好，這個就是一種特色。冇錯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！好，謝謝你，安之生。好的，謝謝你恭喜的哈。哦，恭喜！哦，今日真的非常歡喜，做了有唱團的作種嘅小跳組嘅前3名嘅朋友來參加。唱歌本太一個堂。希望也多去比賽哈，係啊，啊有限咗有唱也都來啊，節目當中唱歌本大家堂。歡迎到來。謝。啊，好唱歌朋友，佢講夾來報名哦。夾打電話來，096667等等太一個打電話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應該呢。大家好，謝謝三位。是某一里小跳組、田春義小跳組的3位好朋友，安之生、繼續演唱下一哈。好。是某小強老師還有我最欣賞，安之生辛苦了。是某演唱的工作人員辛苦了，安之生。好，下禮拜嘛唔記得，一天都準時時間呢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